過去幾日，全城目光聚焦喺屯門市中心一宗令人震驚嘅案件。2026年1月15日，一個本來平常嘅工作日晚上，因為一把刀，一名無辜女途人，兩下槍聲，另一場關於執法與生命嘅複雜爭議擺喺全社會面前。我哋睇到嘅係新聞報道裏面嘅時間線同警方嘅聲明，我哋聽到嘅有市民對警察果斷救人嘅讚揚，亦有死者家屬喺殮房外悲憤嘅質問。而家我哋嘗試止步於情緒嘅對立，而係深入事件嘅核心，客觀重組當時驚心動魄嘅0.5秒，同時將目光拉遠，思考一個更沉重嘅問題：一個悲劇嘅發生，究竟喺邊一刻注定？係警察扣動扳機嘅一瞬間，定係早有伏線，埋藏喺更早嘅時間裏面？當中有幾個關鍵嘅時間線，從攞刀到被擊斃，過程只係大約7分鐘。喺呢0.5秒裏面，警員腦海中閃過嘅唔會係疑犯嘅生平，只會係一個最簡單嘅判斷：點樣立即阻止一宗必然發生嘅兇殺案。案件發生後，社會出現兩種聲音，我哋必須從專業同法理層面理解呢個抉擇。因此，從執法邏輯嘅公式嚟睇，持致命武器加進行致命攻擊加非致命手段無效，等於使用致命武力予以制止。與其糾結於無法改變嘅0.5秒，不如審視一下導致該名男子走上呢條不歸路長達10年嘅伏線。根據傳媒報道，該名34歲男子嘅人生早已亮起多重紅燈。一個被心魔同毒癮雙重折磨嘅靈魂，最終喺街頭爆發。佢嘅母親喺殮房外面呼天搶地質問點解要開槍。屯門市中心嘅槍聲已經散去，女途人幸運咁返到去家人身邊，而一位34歲男子嘅生命就永遠定格。唯有同時直面呢兩個層面，我哋作為一個社會，先係真正從悲劇中學習，防止下一個0.5秒嘅悲劇喺另外一個地方以另一種形式發生。我係619，多謝你。